湘江水滔滔不断流，这是秋夜雨，一滴一声催。我年兰真，祖父年松，万拜当朝首相，弟弟4万这受礼部天官，父母年迈，诞生我兰真一人，与祖父作主，将我的终身许配那严勇为妻。自从成婚以来，已有20余天，谁知道这冤家他从不上来，我也侦查婢女飘香，屡次相亲，怎奈他总是不肯上来而来，不知道他为了何事。唉，官人啊，官人，好叫为妻。这是难猜呀！
名字土内藏，未知何人放好光。神穷之短于炎帝，马首毛长不惜为，得是毛儿强势乎？排练演武不是急，小生真勇表示还账。弟弟正邪，官居三边宗旨；母亲正是高寿王封。我本闭门勇闯公堂，可恨年松这老臣。上殿荒奏一本，使我无乔之色者，皇上听信然言，将我无帮王西家斩首，并将我满门抄斩，使我改为掌心，逃往杭州谋求家中。不料路遇叶母亲官船失窃，我将小生当作小妾，作子顺差。那叶母亲见我人品出众，强迫我做他命令妻子，带往京都传拜年送。那老者见我才貌上贤，就将孙女兰贞终身许与我为妻也。唉，我为无仇必报，岂可与你奸贼之女成亲啊！小姐到书房做人。我是为了小姐之命，特请姑爷上楼。是我要在房中读书，不去。哎呀，姑爷救命啊！小丫头，一不等你，二不骂你，开唤救命，为是何事？姑爷。兰州多少
上楼通报，使我随而去到。奉天子弟。免得飘香去下山，我上楼观他真快陪。我今望与他起呀姑爷请用茶。官人请来见礼。请坐。你不是我早就坐了。夫妻之间，难道是连个称呼都还没有了吗？我叫你官人，你来该叫我娘子；我稍是叫你小姑，那么你也该完称我一声小姐。啊，是啊，你将来有了功名，我稍是称呼你老爷，那么你也该完称我一声夫人。夫妻之间连个称呼都还没有了，真正岂有此理！今日子女好礼。
为是娘子亲来见礼。好一个有礼妃子，来，中间一礼，请受。请受。你此茶飘香，轻舞上流，究竟为啥何事？官人，你在书房做甚？在书房嘛，读书啊。读书？难道是要连夜用功吗？你可知素琴原谅此故？哟，他倒比起古人来了。啊，官人倒也罢了，请我上流，究竟为啥何事？官人，我见你总是愁眉不转，不知道官人你是为了何事？你可知个人是与个人是，我的心事有谁知？别人的心事我不知，你官人的心事我了知。有人知我佛乃是自非碰到老先生，我兰真一不爱二不吃，我从小读过10年书，我要猜你官人的心中事，我要做碰到的老先生啊！既是夸口，那么你就猜错。
男儿应有四方子，何须挂虑家乡事？莫不是你我你们是一的，我难配你郎并不知。你年家一遭天下得本少，我好比苦藤高，怕你所不是。莫不是你我来争长脸少，害得你官人少面子。你这里红掌到爷们，城里人话谁不知？莫不是言我来争容貌才，我难配你郎一才子啊！夫妻岂可容易冷，何况你娘子美貌三岁死。我真羞得去想。为妻，我倒可有一比，比是何来？官爬草，谁知少土埋黄金，兰真待我是真心意，我岂能留他一片心？我不知情郎自暖雅静。
将，他赛道不是前堂是南京，我心脏来是奔。哎呀，这本事下面一文章。哎呀，官人啊，人人面前莫失家，你在家人跟前莫惜呀强。你欺钱不把真情实，我问你要与谁商量啊？带我来听他一听，常言道，要知幸福事，但听开中言。小姐呀，小姐，这来上不叫我小姐，回到书房里，到4年前我来了。哎，我嘛，你该回答他几句。相公啊，相公，娘子啊，娘子，官人呐，官人，来阵啊，来阵！叶勇啊，叶勇，你几次要过问我的心事，小声不说，你哪里会知道啊？为妻不下，我是那里来请教的天冷落，横征少中
奸人上殿黄州奔，宰了我先家一门门。到如今我天涯茫茫四处奔，举目不见一亲人。可怜我神仙不敢上神坛，被人偷起来尊敬，蛟龙金杯千岁困，万夫海远红生神仙不肯吐真情，可怜他是无家可归少情人啊！官人啊，休别离，你莫伤心。你亲人万一我念来真，不知道前人是哪个你说出来，我来真与你把冤伸提起奸人当也罢了，提起奸人我骂你年疯啊老臣！怎么骂起个祖母来？你骂他做什么？骂你奸人老年聪，王英霸道在朝中，你才中了一多少，却在我府心太凶。你为斩草更一时，偏偏逃出我真用，小生杀在林永志，我定在你今日老年送。天赐爷恩乱兄，我怀身堂上闹子龙，你不该求杀中央真权势，你斩草之后要害真用，既然是真了家冤仇他，你为什么将来真的终身去许真用？为何他今路上年中定，看来夫妻到老是何不容？年四万啊，年四万，怎么骂起我弟弟来了？骂你今日年四万，父子同朝一样坚强，难真的终身许配我，你要靠本事难上难，小生啥有出头日，我定将你父子一起斩。听此言来，心惊胆寒。他要在我府年4万，像妇女终于妇女情，我来真做人好为难。老弟弟你做江人海，我就只能生病冤家在，弟弟呀，并非女儿不孝人，只怪你做人心太贱。曹龙龙啊，曹龙龙，骂起早祖母来了，骂你奸是曹龙龙，去年不是把妹妹做，别人用金子把谢大妹，我用那上当宝剑写问我，也没去啊，也没去。骂你奸是也没去，你是不家不为的烂死
想念父杀人还不够，我兰真岂能却夫君？啊，冤家呀，你是为没有夫妻情，我兰真待你是真心。常言道，事不三思要二回，我还是急忙与他把离别啊！陪我去守家门桥。
外面敲门是哪一个？兰正来了。呀！我在所望马前程，何在来了夜来风？心结当中心宽呀，假装笑脸去相迎。快开门啊！来了来了，你娘子请啊，请啊，请。娘子请来接礼，请来接礼，请坐。请走啊！请问娘子是谁的到此，还是到此已久啊？你问我嘛？我是才得到此，一到此就叫你开门的。哦，娘子是谁的到此啊？哦哟，谁的到此嘛？怕他这人呐！才得到此，他到预备起家子来了。官人，你回到书房做些什么？读书啊？读的什么书啊？是书无尽之书。可否背几句，请我听听？什么？你要听？好，你听着。客儿送来心儿飞，读过诗书就忘记。官人，你忘记了，为请我，那还有几句记得呢？你的书与我两样的，一样的，两样的，一样的。你不信啊，我背给你听啊！不要听。我这个人啊，倒有个脾气，人家要我背，我倒不背；人家不要我背啊，我倒偏偏要背。好，那么你就背啊！好，那么你就听吧，你听着啊！要背到你自己往里去背。你听着啊！小姐呀，小姐，世称小姐，好不懂道理。娘子啊，娘子，我可没有教你啊！兰珍啊，兰珍！哦哟，你聂兰生的名字也上书了官人啊，别人书上没有我兰珍的名字，你官人的书上啊是有我兰珍的名字哦。你几次散发，要盘问我的姓氏，小声不声。你哪里会知道我的姓氏？为什么你自然是不知道啊？
我一家人奔向天人路，恨争吵总为出奸臣，恨奸臣上殿黄贼本，占了我全家一满门。我的奸臣早也罢了，你去见证，我把你撵送啊老子回去。骂你奸臣当年送，你妄言霸道在朝中，你残害忠良有多少？你却在我是心太凶。你为斩草根一直，偏偏盗贼我怎用？小生杀罪凌云子，我定在你奸臣牢面送啊！娘子免死吧，免死吧！骂你奸臣免死吧！你父子同朝为一样奸，你将来真终身许配我，你要靠官子中外难，小生啥有出头人，我把你父子也气斩，吵得我呀吵得我，骂你奸臣早问我，你训练不是把妹做，别人用金钱自保谢大妹，我用清风宝剑谢门我，也没情啊也没情。骂你奸臣也没情，你是不家不为的烂小人，我是个非所谓的名字，死不闹忠奸不明人，小生才遇到官中，我将你弃官下阵去从军。真啊，年来真人，我不应娶了年来真，只可惜你身上的奸臣年夫们啊！主人你待我是真心，真乃是垂人之女。真情，免得谁里红人，我将你一封休书给娘们。真勇，你。真岂有此理！娘子谁是你的娘子？
老太寿星将我妻，你又遭杀为凌云子，你是一封血书将我离。今日你落在相国府，我看你插翅也难飞。娘子啊，可怜我家破人亡受尽苦，难道你眼睁睁看我走邪路？见死不救心何人？娘子啊，你我到底是夫妇？你查到华堂去禀告，岂不是亲手杀了你丈夫？娘子啊，夫妻总有夫妻情，还望娘子来偿思父亲与祖母，那难救眼前的亲丈夫。两家生死要我来定，那阎王好比我来怎来做啊？娘子，你就饶了我吧。眼前放着两条路，来血水杀人多，我做人不惧忠良之真言母亲啊。
回房去呀！我在这里不是要耽误了你的读书。娘子休得取笑，但小生陪你上路就是。此官人请。娘子请。姑爷请，飘向哪里？飘向哪里？哎，来了。哎，苗爸爸是你啊？飘香，万里通报姑爷小姐是你了，求见。苗爸爸，请上台。有请姑爷小姐。何事？小姐，苗儿管家姑父求见，命他请进。是。苗爸爸，来。借顾姑爷小姐。罢了，女儿姑父何事？今日乃是夫人谁担自己？他命你儿请姑爷小姐姑父家宴，外面等苗爸爸。啊，官人，不是女儿到此，为请我倒是忘记了。娘子忘了什么？今日乃是母亲寿诞之际，令我做小辈的，立给姑父拜寿。娘子，你去，我就不用去了。官人，你是哪里话来？做女婿的哪有不去拜寿的道理？此次与娘子同去。官人，为妻真想与你同去，只是我婚儿尚未满月，不能前去。娘子不去，那我也不去了。哎呀，官人，你这样大的人了，怎么这样孩子气人？来，快到里面换过衣服，也好与娘儿一同过户。娘子切见团配路真情，他是叫声回不啊情。啥是官人他不去，岂不是在爹娘面前受好意？娘子为何非礼神明？为妻祝福你话几句，你要牢牢记在
才行。就在眼前绣团白，十分玩三分。啊，官人啊，睫毛变色须见机，西山早早转家门。多谢小姐。娘儿，谢三子早早送姑爷回家。娘子，哎呀，官人！官人，你要早去早回。娘子，我去了。哎呀，官人，请坐。娘子。你帮那兰娘去扶，心中切莫太大惊。总算又怕天大事情，又为妻替你来娘子放心，我去了。官人，你要早去早回。官人。
启禀老爷夫人，姑爷到，有请。有请姑爷。拜见岳父岳母，罢罢了。了，也许为不见我儿难生，他道上礼我岳，不能为家，不能与岳母百岁忘亲死谁。哪有这许多讲究？岳母亲上得小婿百岁。我儿不为也罢，反正家不瓦看，宴席请来插中，拜宴。夫人宴席，请。请老爷宴席请。夫人宴席，请啊。宴席，你应举笔满三杯，怎么就这道的谢谢了啊？娘儿，还不姑爷到书房歇歇。啊，夫人，你那位宴席倒是真的不为应举哦。你的女婿是个正人君子，与那些狂悖作恶之徒都不同哦。你又在夸奖你的女婿了啊！到小心了。有请。公是东女兄说，今日乃是少子人担自己，请受小弟一拜。不用了。要拜的，要拜的。这女儿既把不好的事罢了，完成这女儿，请到内堂实行。公是东女兄说，今日正是丧事临门啊！今日是我夫人寿诞之际，双事一喜，但不知这双喜临门吗？东女兄说，请稍待。家园快先保兵上来。东女兄，请快。华平四少见，既怕谁样子？家比那天使主公好坚强。那天使。啊，东女兄，
我此宝贝岂非又是一喜呀？算是一喜，但不知此笔名叫什么？董六兄，此笔名叫养子把尿病。养子怕尿病，正是。莫非是那个善别种子真心的心爱之法？正是。夫人，这只宝瓶乃是无价之宝，只要插在这谷子，就会开花结果的。只要插上一只裤子，便能开花结果，去准万秋。哎呀，娘。这宝中之宝算有品。夫人，快把这宝瓶整好起来。夫人，文娃的，今日你我要痛痛快快的畅饮几杯哦。董六兄，今日乃少子成期嘛，我是要畅饮几杯喽。
去去去！我那里是何罪哟？今日里面富有丹青，我怎能不来洪水到前门？他的是九路船上将士部，西路云上武林生。因此我现在家作熊熊追，枪一支满腔愤怒从容恨。忙想起娘子灵隐细叮咛，倒不是趁此悄悄回家门。我杀从前门出去，恐被他们留之。带我去扫一扫花园后门。今月来为何不见花园后门呐？今月来一片好风景，留待城市花木生。怎奈我无心去观赏，一路迎来把后门心。步步小脚往家走，忽见一座环头门啊，这地方倒是另有一番景象。长松彩柏一声声，曲光显得冷清清。留待半影花香内，静悄悄不闻尘雨声。一座高楼迎面起，丞相公，不与我争用官人据闻丞相公乃是年数老者，百本至此。从此无人，我不免进来窥探一番，是找到一些凭证，也好与我弟弟报仇雪恨。年送状元没关系，几日定在刘忠城。从此无人且进去，找到凭证，也好与弟弟报仇雪恨。先听，鸡面送的传人列阵，我本是夫口一生，此后又把谢礼礼，我方娘子曾定你，且
玉洁，人家只知道我是年富的新姑爷，哪里会知道我就是了也无妨哦。我本是年过新贵人，若无三有几面事，他哪知女婿与报仇心？我放他单是长流去。这是全乱的礼单，王金钱粮菜断八片，竟嫌官府大人莫忘小纳。哦哟，好厚的礼单！曾经这是山海关总兵去乱无钱人马，不得实地将功折罪。哎呀，我想那去乱实际上的利益斩首，实际那老者收了他的贿赂，竟包走起他来了。念送了老者，你这样龙穷枉法，毫不令人痛恨。我不免将此礼单收藏起来，稍微也好做一个凭证。神王神空几岁对身，他大牙是下年尽罪上。哎呀呀呀呀！我想那夏太师也是被那老者所害。成王成空，几岁对谁？曾三遍种子真邪。哎呀，弟弟，一见本当好心伤，我有怎用痛断肠？
我女生等是与算色，列阵不杀。后生大胆尽管上来，林子快去看来，小姐快去，小姐，小姐。罢了，严姑爷，你怎么会藏到这里来了？这是我岳父的手雷，难道我就来不得了？哎呀，严姑爷呀！这里名叫标本人，当中一道蝴蝶门，却是左通严父，右通少家，所以这标本人有列战之才。哦，严姑爷，快快随我来吧。请啊，请啊！严姑爷，我家老爷与众位大神虽不幸听英俊一字，可能也要赶到天明。你今天是委屈不成？今天委屈不得了！哎呀，这，哎呀，严姑爷，你还是到我家小姐的所来去吧。到你小姐所来，哎呀，这怎么死哎呀，事到如今哪里顾得了许多？快走吧！这死不得的！哎呀，这死不得的！
要饮酒，你怎么饮起酒来了？门内啊，灯儿关着，把镜头为妻这样祝福你。
我忽悠领先的，你还是忙算无知不出身，岂为你几期盼你归？我是早上盼望到黄昏，好比思念真恨逍遥闲前常挂肚，千丈挂肚是人心。但愿得此番发家，将你敬你平平转家
以为尊，分明是你抬我也抬。为什么父多于金黄色？为什么爹娘不见都避开？谁是来争东篱菜？他知他我差夫妻两分启禀老爷夫人，小姐回来了。什么？小姐回来了？看来也许她避人委屈，夫人又是一场玩闹来了。是啊，小姐为夫，你要小心伺候了。有请小姐。头下，女儿高寿。儿啦，夜半三更回转娘家，不知为了何事？女儿也来问儿的娘。这是我儿的孝顺，那么儿来呢？这儿来么？只因我家官人
讲你丈夫之事啊。你丈夫之事嘛，还是去问你母亲去吧。母亲，我管人他在哪里，女儿也好接他回去。儿啊，你丈夫之事嘛，还是去问你弟弟。哎呀，母亲，你是要问弟弟，弟弟又要是问你，你二人这样推来推去，究竟是什么缘故？儿啊，沿袭辜负百人，才知饮酒未满3杯，就栽倒在席前。那时我命你儿扶他到书房歇歇去了。我管着他在书房歇歇，带女儿进去见他。哎呀，儿啊！怎么，弟弟？你刚才发觉累极之时，为无名家人到书房相请，才知他不在书房，四次寻找也不见下落，想必他为夫去了。哎呀，弟弟，我管人啥早已回去，女儿又不想弟弟要什么丈夫呢？哎呀，他是在府中，我为什么不回接你呀？女儿，府中宾客往来，有什么为凭？有好物为凭，好不怎样为凭？宾客来往，金夫挂袄，出府小。此次巧不过来，快去！儿啦，你与何事啊？弟弟，府中宾客往来，这好不可写得明白？这好不嘛，是在写得明白，可做得出了府门的凭证？是在做得出了府门的凭证。此次你来看，这金夫来呢，也用过一四个字写得明白。是啊，也许他原是来了吗？那么这侧夫来呢，为何没有沿用过一四个字呢？这个哪个？想必是长官之人一时疏忽，将他遗留了。儿啊，想必是长官之人将他遗留了。母亲，女儿不要你管与我手下。他本奴才孤夜出府，为何不将性命不孝？弟弟，你不要与我装腔作势。我这里冷眼看得明白，弟弟他故意假装去骂奴才，等到他笑里藏刀心多呆，今日一见故然见。莫非他假作此言，欲把女婿？哎呀，弟弟呀，你哭了我女儿，她不该。陪我上前去明香。弄巧成拙，百把是龙心中有情难开。
哎呀，儿啊，方才我早已对儿说过，他是你的丈夫，是为吾的女婿，又不是外人。实在府中，我为什么不忘记你呀？弟弟，你既然知道她是你的女婿，不是外人，那你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怎么样啊？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害了他？啊！我为什么要害他呀？啥不是你害他？那你为什么叫不出人来呢？哎呦，他诚意醉了，你要叫我叫什么呀？他醉到哪里去了？这个哪个？为吾难道能把你的丈夫吞吃了不成啊？对呀，你真是吞吃了我的丈夫。老夫不得志，他本是你本子里门庭，历经逼不完要恨，不给他上了礼，历经不完我生也过。你要怎么样啊？你看，女儿要与立马云平。哎呀！这么一个好女儿，难道你不好管教吗？怎么反倒认起我来了？哎呀，奴才！你本是爹娘生来的娘呀，一旦出家去不成的娘。才想你不孝的奴才，是此猖狂。女儿终身依靠丈夫，如今夜郎不见，怎不叫女儿扎哎呦，一郎，那一郎有什么喜欢啊？你不喜欢，我却喜欢他吗？他有什么喜欢？他不过是叶家领来的亚种。弟弟，你既然知道他是叶家领来的亚种，那你为什么将女儿的终身许配于他？那是你祖母的旨意，为父莫才。你怎么样？我才不把他放在我的眼里。好啊！那也去玩路开封，喜得来真，怒满胸。他与夜郎缘故。
们哪一个大胆滚水？你这个虎哎，给我塞起来吧！你这个小畜生！你打啊！哎呦，你怎么是此不讲道理呀、你啊！哎，有你这样狠心的父亲，才会生出我这个不讲道理的女母亲不把他谁寻好？怎么样啊？我与你同见祖母把礼品。你坏于理呀、你啊！哎，我是软有理，我告你岳母金发女婿。不知是黑姑他呀！为了我丈夫，你还要我领家人？真是岂有此理！好，我与你同见下午去。哎呀，老爷，相爷年纪，你是高他不顾你，你这是好苦你。哎呀！众丫鬟哟，与我快快行。
这样子吧，牛皮，乃是为我花了不少心血，费了多少人钱才弄到手，你是千万管不得的。儿啊，是乃一只宝贝，只要插上一只裤子，便能开花结果的呀。插上一根裤子，才会开花结果。是啊，那么你们就不想想女儿的生长结果？你竟然害死我的丈夫，难道我就不能管上你的宝贝？儿啊，儿啊，儿啊，儿啊！管谁你样子把牛马的，哎呀，鸳鸯夫，胡写呀，胡写！耶！好，东刘兄，那谁？哎呀，我倒是猜，原来是兰真这女儿回来了。这女儿怎么快起丈夫来了？赵师傅，你哪里会知道我家官人辜负百岁，被我弟弟害死了？哪有岳父儿死女婿的道理？不为的，不为的。真有此事？东刘兄，你真的把爷岳儿死了？哎呦，哪有此事啊！是也是辜负百岁，因居未满3百，就再到这期间。当时明年儿扶他到书房歇歇，谁知他一日不见，难等他回来说他。我明白了，东刘兄嫂不必生气，先行为吧。我来想去兰真这女儿回去就是了。有劳了。哎呦，夫人，夫人。赵师傅，你要挽我丈夫，你要挽我爷啦！哎呀，这女儿不要哭，不要哭，兰真这女儿我道你为何哭啼啼？原来为此个小事情，也有不是熊孩子，哪里为你18路米？这女儿长去回家去，管叫你常常做这个好女婿呀！他们话借用我念笑嘻嘻，生命不是个好东西。刚才他与弟弟交头接耳，莫非是商量把阎郎的死死而已？太阎郎他停止笑，放过他我就中了计。赵母啊，你不要假死假爱将我踹，你不爱我丈夫我听不义。你丈夫有没有叫进我？怎么叫我叫出来呀？咦，不是你将我弟弟违法，我不找你，你将我找谁呀？闹到我头上来了。这次你凭着阴间啊，关于我做啥呀？今日你还到我头上
哪有我说话的地方？我还是少过一日溜掉吧。哪里去？我到大街小巷接兰真成女儿找丈夫去。赵文华，今天你来的就去不得。好，那么你喊我上去，我找到应用，马上接你送回府去。啊，3天能找到？ 3天能找到。那么1天也能找到。今天你非完不可。哦哟，你懒嘴！啊，想你是个名门之女，千金之妻，为你丈夫之事为尊将来，当山登采，光山养子8月并不说，还闹到我头上来了。你怎么如此不讲理哟？赵文华，你说我不讲道理，我当你这个贱！哎呀！领子带路，弟弟听。
请严姑爷。咦，这位报到他的书来了，姐姐请说。娘子，娘子，冤家，我与日起来与是恨，此刻才放下一颗心。我为你受年富，落情不成。我为你得罪了我二老伤情，我为你闹年富怒当灯彩，我为你关塞了把肉包饼，我为你记得要拼命，你到爱爱问问，时时刻刻不声不响，躲在这小楼顶。你啥不把情与色，休怪我懒真不留心。娘子为我出了气，走的是衣裳不为真能把长手，欺人应受真心话，真男女吵架小姐红丫头，我啥意思言不成，岂不是逼我把糊涂？没奈我牵手回无望，娘子啊，叫声娘子听从人，自从骗了娘子后，我哪有心情去饮酒？因此我现在明显太在，一到书房读书楼，一心只想回家转，找不到花园后门口，无意中走进一家
欢笑声一明灯。连来娘子为我生言情，连来娘子为我担忧愁，外望娘子朝思冤家，听此言莫知情。我埋怨你郎君太大意，平白无端杀无忧，为生做来我谢爷阿妹，我再见你领子好姐妹，我希望郎君同拜到。你找丈夫今找到我女房中来了，这下你的差错被我抓到了。聂兰珍，你到我女房中来做什么？咦，私家姐妹房中怎么是来不得吗？皇上你是该来的，今天你却不该来。皇上该来，今天嘛又发的该来了。那你皇上来做什么？皇上嘛来续姐妹之情啊。那么今天呢？今天嘛，你说，找我丈夫回去。好，找丈夫今找到我女房中来了。我女房中哪有你的丈夫？亲啊，亲啊！去！我女房中哪有你的丈夫？曹师傅，你怎么会？一定是你这个小先生弄出来的花样，我打死你！老爷，此事怪不得小姐。不能怪小姐，那怪你这个小先生。曹师傅，此事也怪不得林子，要怪呀就怪你曹师傅。啊，怪我？为什么要怪我啊？赵师傅做事真刁干，你假装马爷妹当丫鬟，阎王分明是你怪，今日里要想的啦难让是我管他的，是我管你的。阎王，是不是赵师傅叫你来的？是赵师傅叫我来的。好啊！真名实据在眼前，全部在这你承担。认真一看我的胸，我三有里这样分辨难，不是出身向而去。里该有你是来陪玩啊？要我陪啊？我为什么要陪啊？我问你，喜欢官办办还是私办办？哎呀，两个办法是有呀，你该啊？那个叫做官办办，那个叫做私办办。祖父跟前去追来，今日之事你认错，当铺等菜你陪玩，当铺等菜我陪呀玩，个银子说来是要5万，我
里平平脆脆多马过，个银子完全头啊两万。个相府面前去官办，个弄得不好，他落自保万蓝山。个官办是不好办，万事听侬来死办办。太简单，你写一张无凭信，快！要我写不遍？你写不写？不写。不写，走到哪里去？走哪里去？没，好，我写。赵师傅，你还是快写吧。老爷，写吧。去。早问我啊，我吃呀啥？可吃得我是两眼白。我不怕年富死里他，也不怕么嘉靖皇帝死国法。我天不怕，个地不怕，只怕是年兰贼。哦哟，我的姑娘呐！这真是传一传吧，哦与哦吧。你说什么？你还是快写吧。这叫我怎么写哦？好，我说一句，你写一句。列佛别人曹文华，不该将严勇藏在女儿书里。啊，是我管你的。写。是出曹文华之意，与曹完整副官，得列佛别为据。那，你不能这样去追吧？为什么？你想，你为你丈夫之事，从年夫当到朝夫，两夫人对哪个不孝？事情遇着我女儿王中受出，你要是堂而皇之把她带了出去，叫我早问我这张老脸放到哪里去？那么以我之见，我命人当他教一点，你坐在桥中，他躲在桥里，抬出府去，也好满顾众生，保住我这张老脸。看在你大美人的脸上，我就依了你。好，那我命人当大轿去。宋师傅，弟弟去。大爷们，此事实不这样安排，只怕要连累于你亡妻死财。弟弟休出此言，弟弟教子礼道，请到小妹旁中也许。弟弟请，请。